续来看中国昨为这个四川发射着卫星，在这个卫星的火箭是飞过台湾的领空。国防部已经证实这个消息，讲国军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戒、严密来掌握着相关的动态。这嘛是这个美国联邦众议院的前议长佩洛西去年访问台湾了后，国防部第2届用高度警戒这个词。不过，民进党的立委罗致政认为，无必要过度来反应。过一年半暝，慢慢的升空，这是中国四川西昌的卫星发射中心。昨这批中征运载火箭在卫星发射任务，也过飞落线飞过咱台湾的天顶。国军在过程当中保持高度警戒，并且周密地掌握相关动态。这是为前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访问台湾造成一连串的围台军演了后，国防部第2摆用高度的警戒这个词，是讲甲去年无同的是，顶届是一直到外国媒体报道才公布，这摆国防部同一天就主动的发布做法无同。今天晚上7点23分，国防部侦获中共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长征运载火箭搭载卫星的发射任务。这枚火箭的飞行路径经过台湾上空，高度位于大气层外。会当掠到火箭飞过台湾的天顶，拢是靠实力落山布水的长程预警的雷达，360度针对3600公里的空中目标的性能。就捌追踪过朝鲜甲中国发射的导弹，也是火箭，是讲选择敏感的时机，中国的动作引起人的质疑。因为每一个动作本身，它的政治目标未必完全是针对台湾，我们没有必要随着中国任何的一个动作有过度的反应。中国发射这个火箭是要给我们看，还是要对国际来秀肌肉？我们不了解，因为我跟他们没有关系，所以无从得知。那你拢认为这无政治的考量，是讲又过来自中国飞弹飞过咱的天顶，又过引起两岸敏感的话题。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